特點。功法嘅動作柔和舒展，學者年齡不限，時間不限。其好處是活化全身僵緊嘅關節，練習平衡，體內嘅血氣運行，血脈舒泰，呼吸暢順，調息身心，凝神貫注，壓力舒減，全身上下左右內外得以舒展，防止機能退化萎縮，精神飽滿，心情輕鬆。以上嘅好處必須持之以恆，才可見預見嘅效果。此套功法係適合初學者去練習嘅。太極嘅養生靜功6式，通過科學對稱嘅肢體開合回環運動，放鬆身心，集中意念，調整呼吸，調養身體內部同埋四肢嘅骨骼、韌帶等各部分嘅機能，從而改善同埋修復各大系統嘅組織供血同埋供氧嘅能力，達到養生嘅作用。此套養生功係入門嘅基本功。